Hello，大家好，Dr. Raymond Wong 同大家做呢一個嘅透視 SDG 節目啦。咁喺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個咧就係12號嘅 number。咁呢一個咧就係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負責任消費及生產。咁呢個名哇，聽落好似係一個哇好學術性嘅一個名咁樣喎。咩叫負責任消費同埋生產咧？嗱，我先講生產呢個部分咧，就係源頭開始嘅時候，由工廠佢做開始生產呢件產品嘅時候咧，已經係負責任。何謂負責任啊？第一，可能佢會因為咧呢一個用回收嘅物料、再生物料去做呢個嘅產品。第二咧，佢可以喺入邊咧製造嘅過程當中咧，將呢個嘅產品嘅元素咧減少一啲不必要嘅一啲嘅即係我哋叫材料，而呢啲材料咧可能係非降解嘅，影響破壞環境嘅。佢合成咗一件產品嘅時候咧，佢最終咧去到最終用家用完之後咧，其實係難以回收嘅。所以如果你要做到一個負責任嘅生產嘅時候咧，第一就係要諗下嗰個設計源頭開始嘅設計嘅時候咧，希望等嗰個用家用完個產品最後要去掉嘅時候咧，佢可以再加以利用，可以去循環，可能係 reuse， 可以係再 recycle 啦。嗱，呢兩個重要嘅元素，咁就會喺個 responsible production 負責任生產嘅呢部分。咁去到第二部分負責任消費啦，咁大家都係消費者，咁你消費得嚟嘅時候，平時以前咧就係一個我哋叫線性嘅一個做法，即係由你去買嘅時候，生產工廠做完之後，去到個批發商，去到個零售店，你買咗用完之後，你會點啊？就擺落垃圾桶啦。咁而家希望做一個叫做完善嘅啦，有一個 circular economy， 呢一個線性由一條線性變成一個圓圈嘅話咧，就係話當你用完之後咧，負責任啲將佢分類 ，OK， 清潔嘅之後分咗類，送翻去一啲適當嘅地方，等佢循環得到第二次嘅生命。嗱，呢一個就係叫負責任嘅呢一個消費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在座嘅觀眾睇到嘅，同大家講多啲 ，OK， 好嘢講多啲，一個講多俾6個朋友聽，咁就會加以可以幫助到成個地球噶啦，好嗎？即刻我哋邀請我哋今日嘅嘉賓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冇？Hello， 大家好，又翻嚟第二部分嘅節目啦。咁呢一部分咧，邀請位嘉賓咧就係阿梁健強先生。咁咧就係嚟自呢一個拿谷環保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嘅董事。Hello，Eric 你好。你好。你好。咁歡迎你嚟到呢度咧，同大家分享下。嗱，呢一個今 part 咧就係 SDG 12號 number， 負責任消費及生產。咁知道你有一個嘅特別嘅一個產品，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係，我哋公司出咗一架家庭用嘅廚餘機。其實應該更正一下，我哋都有大型嘅。我而家集中講嘅家庭用嘅。係啊，我平時見嗰啲咧就喺我認知就好巨型嘅。咁而家你嗰個咧係家庭，即係幾大度啊？個體積就係10寸乘10寸，14寸高。咦，咁除咗呢個家庭可以用咧，其實其他場景都用得㗎喎。絕對係啊。係咯。譬如公司嘅寫字樓啊。係咯。譬如醫院嘅佢都有員工啊嘛。係啊，嗰啲休息室啦，係嘛？學校得唔得？都可以喎。都可以啊。因為佢有飯盒啊嗰啲㗎喎。冇錯啦。咦，咁我想問下啦，請教下呢個廚餘機咁同可持續發展有咩關係咧？咁非常之大關係咯。係啊，因為而家個廚餘咧點樣處理咧？就通常都係當固體廢物咁一齊抌咗去。係啊，食完就掉㗎啦。係啦，咁堆填就會產生甲烷咯。係啊。甲烷係碳排放6嘅喎。係啊，好犀利啊嗰個。咁如果每個家庭都喺佢屋企用嘅廚餘機去處理廚餘，即係源頭減廢啦。咁減少咗個碳嘅排放啦。同埋就算而家香港取消咗唔係延遲咗垃圾徵費。係啊。就算有用翻垃圾徵費，本來抌10袋垃圾，變咗抌1袋。係。因為我將個廚餘個體積壓縮咗。壓縮咗嘅，即係你其實一擺落去擺落個廚餘機嘅時候擺咁多，但係一經過你個機處理嘅時候，可以壓縮到幾多啊？壓縮咗90%咯。哇！由咁多就變咗咁少啦。係啊。哇！犀利，幾耐時間啊？最耐5個鐘頭。哇！5-6個鐘頭係最耐嘅時間㗎啦，已經可以處理。咦，咁即係話日嘅喺辦公室入邊嗰啲廚餘都可以處理晒咯喎。絕對可以啊。OK，咁如果咁喺入邊非常好啊，已經係喺呢一個 SDG number 入邊嘅可持續發展咧入邊咧嘅呢一個負責任呢一個消費同埋生產，其實已經係符合咗部分咯喎。咁我所以想知道啦，咁壓縮咗咁多啫，咁你會點處理咧？嗱，其實咧
我哋係聯絡緊組織緊啊，有合作嘅做法，就係傾緊一個唔係大型，好小型26伙嘅屋苑。哇，豪宅嚟㗎咯！係啦，每個屋苑都每個住宅都幫佢買一部機。OK。咁因為呢啲豪宅佢自己本身都有花草樹木㗎。係啊，有花園啦。處理咗嘅廚餘咧，我哋處理嗰個廚餘處理完之後咧，就係已經殺菌消毒可以堆肥嘅。咁佢哋每個家庭用唔晒嘅廚餘就掉翻出嚟，喺個屋苑收集。OK。咁呢個係有機嘅肥料。OK。咁我哋就將佢送去個 farm 嗰度去耕種啦。耕種可以種翻啲菜啊。種翻啲菜出嚟。哇！啲先係食物喎。係啦，變翻食物，又可以攞去養黑水虻。OK。黑水虻養大咗攞去餵魚。OK。餵魚又係變咗食物。係啊。咁我哋就推行叫 T to T 嘅。哇 ！T to T 嗱，先未講 T to T 嘅時候，講一講頭先黑水虻咧，其實就可以處理一啲嘅動物嘅糞便咧，食咗佢之後咧就變成一啲有機肥，咁就可以種嘢啊。咁啊頭先話啦 T to T 啊，係啦，係乜啊 ？T to T 即係 table to table。哇 ！table to table。係啦，我哋又我哋坐埋張台度食嘢啊嘛。係啊。食剩嘅廚餘唔好抌咗佢啦，將佢用嘅廚餘機處理咗，收集晒佢，收集晒。拎去耕種或者養黑水虻，養黑水虻。咁耕種出嚟嘅菜啊啲植物可以上翻台邊食。哦，嗰條魚係啦，又可以上翻台邊俾人食。係啦，啲魚因為有部分係啲嘢做咗魚糧，係嘛 ？OK， 咁啊即係個 table to table 咧就係咁樣啦，台去台，台度收集晒嗰啲廚餘之後處理翻晒，經過你哋。咁你呢個其實我聽落咧就唔係一個咁嘅單純一個廚餘機，係一個廚餘方案。係啦，咁啊，成個由 table to table 咧，成個鏈咧就做晒一個循環，唔係一個線性，係一個循環一個圓圈咁樣啊，咁啊處理咗，咁非常好喎。咁其實就即係咁聽講啦，嗱你話豪宅買得啫，咁如果咁細嘅 size，咁其實普羅大眾都買得㗎喎。絕對係啦。係啊，咁佢可以擁有一架機咧，其實呢個嘅廚餘機唔單止係可以幫手處理呢個廚餘啊，我覺得仲可以帶領到可以做到一樣嘢係減少呢一個嘅浪費添。呢個絕對係啊，因為一般人見到平嘅嘢可能會買多啲。係啊，去街市買菜話平喎，咁本來食半斤都夠噶啦，我買夠2斤。係啊，咁可能水果都係，咁但係嗱，仲有佢未食得晒，擺落雪櫃啊嘛，可能喺裏邊嗰啲基本上都會忘記咗。係啊，有陣時唔記得咗，揾到翻出嚟嘅時候已經爛咗啦，爛曬啦，又浪費咗。咁你屋企有架廚餘機咧，就會提醒佢，即係好似一個鬧鐘咁，提醒佢，喂，你浪費咗啲嘢咧，就會變咗廚餘抌咗佢。咁你下一次買，即係買菜啊，買食物嘅時候，你就會三思，買夠就好啦。OK，唔使 overbuy。OK， 即係有一個哲學性喺入邊喎，即係其實一個廚餘機咧帶出嚟咧，有一個除咗係一個廚餘方案，仲係一個廚餘教育添喎。即係一個，所以喺12號 number 可持續發展呢一個咧負責任消費及生產，因為佢消費就可以減少到一啲嘅廚餘產生冇咁多，咁然之後咧再將佢咧 table to table 變成翻一啲嘅有用嘅嘢，貢獻翻個社會，咁咧就受益翻。咁我覺得非常好喎。咁之後如果喺學校嘅推廣，你會唔會喺呢一方面都會有啲功夫去做，因為咁好嘅一個方案。會啊，我哋聯絡緊啲學校就係去做 seminar 教育啲小學生。OK，我哋從小開始學習。OK，咁 very good 喎。其實今日咧喺大家好多朋友去睇到嘅時候咧，都希望可以咧係如果有興趣可以之後咧聯絡翻阿 Eric 咁啊睇一睇點樣可以將呢一個嘅廚餘嘅方案同埋一個嘅教育可以俾到更加多嘅小朋友家庭，咁甚至乎係一啲上市公司，因為上市公司每年都要做呢個可持續發展報告咁喺呢度嚟講呢個時間差唔多啦，咁亦都可以睇下 Eric 有冇一個最後嘅一個忠告建議俾大家咁樣。建議大家買食物嘅時候三思，唔好 overbuy， 唔好覺得有架廚餘機你就濫用咗佢啦，你應該要錫住佢。係非常好啊！咁好多謝晒 Eric 咧，今日嚟到呢度同我哋分享，咁有機會再同大家會日後咧再做多一啲嘅分享嘅，好唔好啊？OK， 多謝晒 Eric， 好 ，thank you， 多謝晒，拜拜，同大家拜拜，拜拜。